話俾大家知嘅秘密，如果你經常買豬肉，經常食豬肉嘅話，咁呢條片千祈唔好錯過，記得認真耐心睇晒佢。豬肉買翻嚟點樣整先至夠味道呢？我認為至好味嘅做法，港式叉燒敢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。咁整叉燒究竟係先飛水啊，定係直接落鑊煮呢？我夠膽講，10個街坊入邊有11個都係由頭錯到落尾，主要就係叉燒醬汁唔識調，整出嚟嘅叉燒一係就甜到漏口，一係就鹹到阿媽都唔認得，連隔籬屋旺財都嫌棄你，難怪屋企嘅小朋友扭晒計，點都唔肯食。喺屋企整港式叉燒，你就記住我呢個方法，無論係用電飯煲煮定係用平底鑊煎，整出嚟嘅叉燒都係香味濃郁、嫩滑可口，仲好食過天上嘅龍肉，包保一家大細都爭住嚟食。我用30年揸鑊鏟經驗話俾大家知，整叉燒千祈就唔好飛水。今日咧，我嚟教你2招，等你整出嚟嘅叉燒色澤誘人、鮮嫩多汁，好食到根本停唔到口。如果你屋企人都中意食港式叉燒，但係你又整唔出燒臘鋪嗰種口味同埋口感，咁今日呢個做法你記得翻屋企試下啦。都話點紅燈係情分，唔點紅燈係本分。咁有緣刷到呢條視頻，係緊要幫手點翻過嚟，多謝晒咁多位。整叉燒我至中意揀呢種梅頭肉，佢肥瘦均勻，口感一流。將豬肉切成厚厚嘅薄片，然後倒翻支豬肝啤酒浸佢幾分鐘，啤酒可以令到肉質變鬆軟，同時帶走豬肉嘅騷味。浸完之後再加入薑、蔥、蒜，些少廣東米酒，想整出嚟嘅叉燒又香又嫩。重點唔係用啲咩高級爐具，而係醃肉嘅方法。豬肉醃得好，呢道餸就成功咗70%啦。想整出地道又好味嘅叉燒，關鍵係加一包呢個港式叉燒專用醬，佢係粵菜大師傅嘅秘製配方，好多大酒樓、燒臘鋪都喺度用緊佢。配料表好乾淨，等你食得安心，食得放心。醃好之後包實保鮮紙，放入冰箱瞓夠6個鐘。喺電飯煲底掃少少花生油，再鋪上薑片、蔥段，將醃好嘅肉一嚿嚿排好，剩低嘅醃料一齊倒埋落去，按快煮鍵，大概40分鐘就搞掂啦。一打開蓋，成間房都係香噴噴嘅叉燒味。切嘅時候記得鎖好門窗，我驚隔籬鄰舍聞到會走過嚟黐飯食啊！用佢啲醬汁嚟撈飯食，小朋友食3大碗飯都係冇問題。如果你都想試下呢個叉燒醬，出去買又驚買錯嘅，下邊鏈接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晒，又或者點我頭像下邊有個櫥窗，廠家正喺度做緊活動，你都帶返屋企試下啦。